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是6月24，咱今仔日的因为爱你这个灵修的活动，咱已经进行到拜四的时间。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上帝的话会搁较深的认捌，互咱对上帝的话有搁较了解的心，互咱会通知影主上帝要所对咱讲的话。咱若会使，请咱大家掀开圣经，伫诗篇130篇。诗篇130篇，咱做伙来读这段诗篇的经文。诗篇伫圣经的中央的所在，所以咱来掀开圣经的中央的所在，咱就会当看见这个诗篇。诗篇130篇，请咱会当掀开了，做伙来读，也是咱会当用 PPT 顶面的经文做伙来读。诗篇130篇。耶和华啊，我对深渊求叫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愿你压耳孔听我恳求的声。主耶和华啊，你若咒砍罪恶，是罪徛会牢，总是你有赦免的恩，要互人敬畏你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在听候，伫伊的话我有仰望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酒惊的人听候天光较切，比酒惊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以色列啊，你着耶和华，因为伫耶和华有慈爱，伫伊有丰盛的救赎，伊直较救赎以色列脱离伊一切的罪恶。阿们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咧读诗篇的时，有当时咱会去读到伫诗篇的头前的所在，会有一段话，表示讲这段话是这个诗篇内面伊所写的人是啥物人，也是伊所写的这个环境是要做啥物，也是这条歌这个诗篇，伊是用伫啥物款的时间。所以咱若看诗篇130篇的时，咱就知这是上架的诗。这个上架的诗意思就是因以色列人要去到圣殿来敬拜上帝的时，因就爱行这个上架的所在。所以因要行上架的所在，欠彩爱唱歌，会当互因会当来上去到这个山顶来敬拜上帝。因为透过这个唱歌，有当时会当互人会当袂记起这个艰苦，会当袂记起这个烦恼，会当袂记起这个忝的这个情形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有缘会当来透过诗歌来敬拜上帝。伫今仔日这段的圣经的内面，伫遮来讲着讲，主耶和华，你若咒砍罪恶，之罪徛会牢。所以，无有一个人会当徛伫主的面头前。人若无有圣洁，就无有人会当徛伫主的面头前。总是主上帝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即个做诗的人，做诗歌的人，伊就安尼讲，伊讲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在听候，伫伊的话我有仰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对上帝的话有即款的仰望？咱听候上帝的话会当入咱的心内，咱听候上帝来行伊的事。伫即个所在，伊佫讲着讲，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酒惊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比酒惊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咱若是伫咱的查某囡仔若有捌做兵过，也是咱看见即个田庄内面有真侪人，因会去做即个酒惊的人。酒惊的人拢爱听候天光的时，因为听候天光的时，大家拢会当清醒，拢会当来看见。并且即个酒惊的人，因伫暗静的时、暗暝的时，因咧听候啥物？因咧听候即个天光的时，因爱固守遮个人会当来完全。所以即个所在讲着讲咧听候主，敢若亲像即个酒惊的人咧听候天光较切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是毋是有即款听候主的心？主上帝话要入咱的心内，咱是毋是有安尼来听候主？并且咱知影主有慈爱，阁有丰盛的救赎。望上帝来帮助咱，欠彩咱无一定有人会当完全会当来到主的面头前，无有一人圣经内面写讲，无有一人是完全的。总是咱听候主，并且来仰望伊的救赎甲救恩。所以伫圣经内面写讲，伊直较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恶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脱离一切罪恶，会当真做清气有圣洁的心，会当来到主的面头前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脱离一切的罪，敢若亲像咱脱离一切重担共款。望咱会当来听候主，听候主的话，敢若亲像听候天光的这酒羹的人。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即个迫切的心，会当时常伫咱的内面，会当互咱对上帝的话，会当来安尼来持守，并且咱会当知影主是暗耳孔听咱的声的。望上帝帮助咱，特别咱伫即个疫情的当中，咱有真侪的时间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将这时间来成做一个祈祷的时间，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兄弟姊妹，为着咱的即个教会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土地来求平安。愿主来听候，愿主来暗耳孔听咱的声，咱也能听候主对咱来讲话。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。